由司法清建、獅子山智庫、九龍青年聯席會議合辦嘅國家15規劃綱要講座暨香港5年規劃圓桌會議。喺圓桌會議上，嘉賓分享咗佢哋嘅見解。跟住落嚟，我哋聽下一眾嘉賓嘅睇法啦。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內地求學嘅港生更好咁樣銜接將來返到香港嘅發展呢？其實年青人呢，就不妨可以熟讀呢，就係熟讀一下15規劃。首先呢，就睇下自己嘅選科，佢可以先睇一啲港澳嘅專章。港澳專章呢，就即係話呢，國家會俾一啲特殊優惠嘅政策或者鼓勵嘅政策俾香港嘅年青人去讀書啦、就業啦、創業啦。梁教授仲鼓勵同學仔要勇於嘗試新事物，第日遇到嘅新機遇可能仲大。咁你唔係話一步登天㗎，每一個年青人老實講，你讀完4年咧，先至係一個起步嚟嘅啫。咁4年咧，你首先咧要鍛鍊自己係成長，咁你就要學識要再睇究竟邊個省份嘅大學係適合自己讀㗎，唔一定你最認識嘅聽得最多嘅北京啊、上海啊先有㗎喎。好多時咧，我哋一定要行一條咧，同大家有少少唔同嘅路呢，咁你第日嘅機遇可能仲大喎。你認為舉辦今次國家15規劃綱要講座暨香港5年規劃圓桌會議，具備點樣嘅現實意義呢？因為我哋就相信呢，今次呢個活動呢，結合咗正係因為我哋香港5年規劃就要結合翻我哋國家15規劃個整體個藍圖。首先希望我哋第一部分，讓到今日出席嘅分享嘉賓好，所有出席者了解國家15規劃嘅綱要，再結合埋我哋各個嘉賓喺自己工作範疇對香港5年規劃點樣結合翻國家15規劃嘅發展嘅一啲嘅睇法，做一個交流。平時有冇關注到邊啲方面嘅議題㗎？我自己特別咧就關注咧，其實我哋整體香港咧，因為人口老齡化，點樣去到幫助到啲老友記咧居家安老？喺過去一段時間啦，其實都有個經驗咧，就係引入一啲樂齡科技，去到幫助到啲老友記咧住屋嘅時候多咗一種溫暖啦、陪伴啦，亦都係安全嘅。咁未來咧，希望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其實香港整體嘅方向咧，去支持更加多嘅企業同埋人才咧喺樂齡科技嗰度發展。香港融入國家15規劃，點樣利用普通法優勢協助香港5年規劃落地？咁我覺得有陣時，譬如即係香港嘅政府體系方面呢，咁其實都好值得去向呢一個國家嗰方面嘅體制咧去學習。香港普通法同國際接軌嘅優勢，可以點樣協助內地成果向外拓展呢？首先，香港其實應該係運用佢呢一個普通法，可以同國際規則接軌嘅優勢啦。點樣睇下未來可以將呢一啲嘅我哋喺內地發明嘅一啲專利，可以協助佢哋去出海，從而咧去推動呢一啲相關嘅科技啊，或者醫學，甚至乎係電商嘅一啲嘅發展。你認為喺國家15規劃綱要入面，香港青年應該點樣把握機會去了解真實嘅職場需求呢？即係而家咧，香港有好多實習計劃啦，或者係內地嘅一啲實習計劃。因為可能內地咧相對上實習計劃就係大學畢業之後先至會有嘅。咁但係香港咧，中學生你見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NGO 啦，佢哋都會同一啲公司去合作。咁變咗咧，佢哋可以趁早嘅時候咧，了解下唔同嘅公司嘅生態圈或者工作需要。